去做一個叫情緒嘅選擇論。咁我哋咧好多時咧都有教啲家長，由你上堂啲家長咧都會去做呢樣嘢。好啦，咁點樣做咧？就係咧去好簡單，買嗰啲紙碟得㗎啦。咁咧中間釘個窿啦，咁啊就界幾楷，好似啲 pizza 咁咧，就寫低咧。如果你唔開心或者你發脾氣嘅時候，你可以做啲乜嘢？寫喺上面，要執行㗎喎，要做㗎喎，要事先咧唔去做定。咁我好記得咧，佢嗰陣時嗰個媽咪咧，真係咧好有心機，同佢哋3個都有做，連媽媽都做。媽媽都有脾氣㗎嘛，媽媽都有情緒㗎嘛。咁佢哋咧就講，我最記得咧，如果咧你一發脾氣唔開心咧，咁咧你哋會做啲乜嘢令到咧你自己咧即刻咧個情緒平穩啊？有一個咧就話我去飲杯水，有一個咧就話咧我會大聲數1至50啊，即係好似大概係啲咁樣啦。佢話好好玩，因為佢哋一齊做啊嘛。嗱，親子比起你話即係淨係買啲玩具俾個小朋友自己玩，呢啲咁樣3方都好啦，因為媽媽又好，2個孩子又好，因為大家一齊去做一啲嘢咧，共同解決緊咧未來可能產生衝突嘅時候緩和嘅情況啊嘛。呢個係好緊要，你事先做定一啲準備嘅嘢咧，當有啲嘢發生嗰陣咧，你就即時知道咧用啲乜嘢去解決啊，就唔係到時咧爆發，大家喺度，你間咁細，空間咁少，啲情緒係好容易咧表達出嚟嘅。你自己想象下，如果你喺一個好狹窄嘅空間，跟住你要處理好多你處理唔到嘅嘢，你諗下你嘅壓力係幾唔抵？即係人之常情嘅，所以咧我哋成日咧，我同阿 Jimmy 爺爺咧。係成日咧都教定啲家長咧，事先做定啲準備嘅工作，就唔係到發生啲嘢嚟嘅時候，先至到時先處理咧。好，即係效果咧係唔會係理想，唔理想，一啲都唔理想。